當觀眾欣賞你嗰個作品，你想佢哋諗啲咩嘅咧？我諗我最想佢去有一個中文應該點講咧？有個 concern 啊，哦，有一種關危機注，關注嚇，又唔係危機嘅，有種關注喺入面。嗱、呢個關注咧又未需要去到有種震撼，好平淡，有個關注。咦，個機器原來可以俾到呢個感覺我，呢個關注。係。我諗呢個係呢個 show 咧最想做得到嘅。即係喂，原來可以咁樣。原來我內心嘅感受，望到呢啲嘢嘅時候會咁樣。翻返去自己嘅狀態先。就唔好去話哇個熒幕啲視覺有幾靚。唔係嘅，係一種修為嘅狀態。所以呢度好靜。係啊。係諗嘢咯。係一個沉思嘅空間，希望做得到。